一的心，有一颗专一的心，他常常专注在主身上，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爱主，这个就叫做眼睛装饰整齐啊。而且这个眼睛在帕子内，使一个人懂得藏身主里，隐藏在神的同在里面。那个帕子代表他神面前那个谦卑的遮盖。还这里提到他的头发，头发代表他的分别为圣跟奉献。民数记第6章提到，哪些人把自己分别为圣，把自己奉献给神一段时间，离俗归耶和华为圣，他不可以用剃头刀剃他的头，等到这段时间结束才可以把他的头发弄下来，然后献给神。所以拿些人的头发代表分别为圣跟奉献。所以心腹的头发如同山羊群那么多，意思就是心腹向着主的奉献跟顺服是那么的多，他的灵、他的思想、他的感情、他的意志、他的感官、他的身体，全所有奉献，向主降服，多多地顺服主，这样子他就把他的头发装饰整齐了。还有这里提到他的牙齿，牙齿是一种咀嚼的能力，表明心腹有咀嚼神话语的能力，他能够吸收主的话。所以主是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，神的道要洁净人的心。这里提到他的牙齿如新剪毛的一群母羊。为什么说这个母羊是把毛剪掉了？他刚刚剪过毛，把毛都剪掉。因为羊毛代表属肉体的热心，羊身上的毛还没剪的时候，它那个羊毛长短不平衡。可是剪了毛的羊身上的毛长度都是一样，很平均，很平衡。所以心腹他接受神的话语，所以他有智慧，也有平衡的生命，可以洗净他身上的污泥，洗净上来了。神的话洁净他，他在神的话语当中得着生命，得着洁净，他没有掺杂任何属肉体的动机。还有旧约时代的祭司，他们可以亲近神、侍奉神，他们只能穿麻布料的衣服，不可以穿毛衣，因为你穿毛衣会流汗。羊毛它在属灵意义上代表属肉体的热心，神不喜欢我们有属肉体的热心，所以祭司里头他要有安息，灵里要平静安稳，要有属灵的平衡，所以他们不适合穿羊毛的衣服。所以这里的意思就是，心腹那个属肉体的热心已经被制服了，他是在属神的热心当中成长他不只吸收神的话，而且遵行神的义道，所以他为自己编织了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就是新娘的衣服。还有这里提到洗净上来，个个都有双生，那个意思就是心腹能够吸收神的话，遵行神的话，身上结出双倍的果子来。接下来提到他的嘴唇好像一条朱红线，所以心腹的嘴被宝血跟圣灵封住了。他不随便说话，他不会说谎，他不一口两舌，不说闲话，不批评论断的话，只说主要他说的话，只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所以他的嘴装饰整齐，装饰的秀美。还有提到他的两太阳，这个两太阳有3种解释。如果你解释做太阳穴，那在脑部，对不对？指心腹的思想那么美丽，好像石榴一样你看石榴剖开来很漂亮的他的思想让主管理，以主的心思为心思。就有人觉得这个两太阳指着他的两腮，你知道人的两腮可以表达人的表情，对不对？你在笑的时候，你这个地方两腮的那个样子都会不一样，所以两腮会反映出人内在的情感情绪。他的意思是心腹的情感像石榴那样热情，石榴是红色的，那么热情而且甜美丰富。还有提到的两太阳在帕子内，表明他过一种隐藏在主里面，住在主里面的生活，所以他的思想感情都在圣灵里面被磨塑。第3种解释，你知道健康的人的肤色，他的两腮会红红的，
好像石榴一样啊。所以这里就是心腹展现出美丽健全的生命，他的生命装饰整齐了。接下来提到他的景象，整本圣经景象都代表自由意志啊。两国交战，一个战胜的国王会把脚踩在战败国王的景象上啊。那战败国王的景象，第一幅表明他降服，要把国家主权交出啊，要完全顺服战胜国的国王。所以心腹的景象低伏于万王之王面前，表明他的意志向万王之王耶稣基督完全降服啊，坚定的要投效万王之王耶稣基督。还有提到说他的景象好像大卫建造收藏军器的高台啊，所以这个高台是收藏着军器的军械库啊，所以这个高台这个军械库是可以储备战争用的武器啊。那我们讲过景象指的意志，如果心腹他很坚定的顺服主，他的意志要顺服主，哇，那他的意志就好像那个收藏军器的高台啊，他这样他的意志就装饰整齐了。所以属灵征战得胜的关键点是在于这个心腹的意志，他很坚定的一定要顺服主啊。所以我们坚定的顺服主，天天要在那里遵守主的命令，我们就好像装满了强有力的武器的高台，是得胜撒旦国度的利器。还有这里提到其上悬挂1000盾牌，你知道盾牌是战士用来防卫自己的，1000表示非常的丰富啊，所以心腹那个防御仇敌的能力十分强大，他能够灭尽恶者一切的火箭。最后提到他的两乳，两乳是指心腹的信心跟爱心。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8节说，你要把信跟爱当作护心镜遮胸，意思是耶稣基督的心腹必须在信心跟爱心这2方面装饰整齐，也就是说要追求信心和爱心的完全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天天信靠新郎耶稣啊，常常用信心的眼目注视他，用单纯的信心在那里与耶稣基督联合。你知道，你花时间亲近神，你花时间聚会，花时间安静等候神，你的信心就会强健，你的信心就会越来越装饰整齐，你的信心就越来越能够与主连结，像枝子连结在葡萄树上。还有，我们也要追求完全之爱，完全之爱。我们也知道，我们靠自己实在没有办法在爱心上完全，我们只有来到新郎耶稣面前。我自己每天早上醒来都跟主说：主耶稣，你今天还要用圣灵与火给我施洗啊，在里面点燃那个爱耶稣的火，点燃那个爱的火。所以每一天每一次聚会，我们可以求主耶稣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，就我们成为一团烈火。我们要为着烈火的神而燃烧，为着我们挚爱的天上新郎而燃烧。主耶稣来就是要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，他要在我们里面点燃那种对神的热情啊。当我们这个人被圣灵的火焚烧的时候，神自然会吸引别人来看我们被焚烧。所以我们要继续不断向主求圣灵与火的洗礼，这样我们可以成为永不熄灭的燃烧火把。所以底下还有一段时间，我们再来同心合意的求主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，愿圣灵的火可以裂天而降，行我们不能力量可畏的事。